们认识了快16年，因为我的偏见，我们错过了13年。还好我们接下来还有几十年的时间，请你把接下来的时间都交给我。我知道我身在万众瞩目的名利场，要结婚肯定要考虑很多事情，想要保密，可是操办起来就不太可能。想要只请几个亲近的朋友，可是就会有人心里怪罪。最后整个婚礼或许会变成一个社交场，我们要不停地应酬、敬酒、拍照，或许出现一个小问题就会被送上热搜。但是如果参加你们单位的婚礼，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，到时候我们就是一对单纯的新娘和新郎。虽然那么多新人在一起，那又怎么样？你说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那么多人结婚，我们也只是他们当中一对普通的青年夫妻。但是我觉得那才是属于我们2个人的，1对1的，没有纷纷扰扰，没有舆论应酬。婚礼是2个人的事，是你给我，也是我给你的。这样的婚礼，你会觉得委屈吗？姐姐，我忽然觉得我之前的求婚方式不太正式，有点轻率。我想重新正式的向你求婚。虽然我不觉得，但是好啊。乔晶晶同学，我们认识了快16年，因为我的偏见，我们错过了13年。你说你不遗憾，但是我很遗憾。还好我们接下来还有几十年的时间，请你把接下来的时间都交给我。我会用心的，竭尽所能的，做一个好丈夫。好，我也会很好的。